欢迎收看《后山泰山谷》，有法泰加歌，耶！好，观众朋友又到你乡下老后山人大追股嘅时节咧。今日我老大家讲嘛嘅，就迄个哈董事行嘅减配啊、超神啊。根據調查咧，台灣人哦有19%嘅人哦想要減肥吼，做嘛要安尼呢？有嘅想要減肥係人味咧，想要變到鹹仔醬；有嘅想要變到較粗條嘅，可以味道健康來啦。今日同歡迎又邀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分享一下佢哋減肥嘅過程。綜上先來分享50後生人了。首先先歡迎你嘅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以前身材動槍怪嘅志怡。哦，怪嘛，又係下馬係冇咩啊嘛。哦，李家綜上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面皮皮嘅面皮嘎嘎李家。面皮當皮嘅皮嘎嘎。好，冠權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準備要恭喜人嘅冠權。大家好。等下大家就看到佢新嘅吉他啦，吼。再下來係歡迎嘅輝健。大家好，我係輝健，我做得配配要瘦瘦。北邊輝健啦，最尾嘅歡迎係你嘅小鳳。係大家好，我係做事冇辦公室翻其他台灣工嘅小鳳。哦，什麼基本嘅50後生人吼，大家講到減肥吼，超神，做嘛你下嘅人按好超神，按好減肥，你知道？其實自己看起來當超呢，你對自己嘅身材有滿意嗎？其實我係練下超，之前冇按超，因為後來出社會了後，因為投入嘅關係，故所慢慢又有啲缺，故所就超下來咧。又超下來，那你跟你自己對自己身材那片冇滿意，係味道乜解哦？我係因為愛上鏡頭嘛，故所之前拍片嘅時候就本人講唔拉超，故所後來我超下來。本身我對自己嘅要求咩一個啦，主要對敏感。敏感係對食物食嘅東西較敏感，也係體重，也係其他地方。食東西嘅時候會敏感，因為我驚我食太多，係呢我又好食熱量清高嘅東西。那我係對生化當紅，從我細神以前，因為細神以前就全部脫體嘛，故所有人冇唔會脫上細神嘅。係啊，你係按樣。我冇，我全脫強。脫體咧，我就會順沙就看鏡誒，看貴身誒，哦，I V 行做咧，NIV 做唔得，I V 行去加油。喺從我睡夢嘅時節更加敏感，因為從我睡夢係你側睡嘅樣子啊，大腿太腳臂，係太腳臂會碰到彼此，會碰到，會碰到時我就會感覺。有啲皮，擁有嘅，嗰種按用我就睡唔好誒，我就會失眠。你睇歐巴嘅啦，要到睇佢嘅咪後嘅行路嘅臉腦，嗰種我真係腦，嗰種我想講係一天愛夾定正條，哎呦，半斤肉唔會碰到，唔會碰到，咁樣感覺我自己係超嘅。唔正經係可能係頭腦有問題嘅，畢竟知道按你嘅情形用改善哦。我知道佢背上嘅定型腦已經這麼瘦了，還要講那個。因為做運動，我也本身冇定型腦。係啊。跟你吃到氣感哦，輝健。我兩行我是都喊走的啦，因為我已經生了小孩了嘛，所以我是都愛走得喊，就是可以現在這個樣子，我是都走得嘞，對啊，冇唱經過聲音嘅，動厲害。似夢。跟啱我哋細阿妹誒，你揀哦，看有咩超哥哥呀，對自己身材有滿意嘛？應該算韓做得啦，唔過我做我嘅面啊，就看起來動皮，因為大三人看到 T 嘅影像就會面，看到面皮嘅時節就會自動以亞三人皮嘅。故所我有希望我嘅面較超掉嘅，我會較歡喜掉嘅啦。懂人吃人啊，我翕相嘅時節跟面翕起來較細掉就係燒龍燒下。係啊，唔過唔可能真見動超。不過尤其係像一下熱天嘛，尤其係冷天嘅時節，又看唔到咪無袖，看唔到人嘅手臂啊、腳啊，全身一包起來就看到人嘅面看起來就皮皮嘅啊。故所我就知道，唉。唔點樣會講？跟細奶看到細妹按人情況都用板上啊，講起來，我對我自己冇乜嘅滿意呢。冇乜嘅滿意，
因为俺183公分嘛，懂高呢？哎呀，75公斤啊，懂標準啊，標準啊，因為我唔滿意呢。係千無萬意呢，因為俺非常滿意。好，大家不客氣啦，不客氣啦。真嘅，健美對自己非常嘅有自信啦。所以慢慢講，就算捱哋當平嘅用辦，捱就可以陪啊，用嘅係用啊。嘅咩有聲音嘅小朋友吧？對自己厲害咯。半年前我捱咩好捱唔敢講啦，但係下捱咩次都不會做得嚟啦。係啊，演到阿爸。係啊。用蠻講咯，兩下用，怎麼兩半年以前，半年以後長按多。因為我頭擺咩好做表演呢，我一天表演結束，差唔多就11、2點嘅，一定會食宵夜，你知道？嗰陣時宵夜冇停嘅哦，從細食到大，飲食就冇停嘅。嗰陣時食個永和豆漿，你知道？我食素魚嗰種10天1蛋飯，就係10個鍋貼啦，嗰個飯團加落。也係基本嘅啦，10天1蛋飯。哇！嗰個3媽臭臭鍋，跟宵夜啊，當做刷刷鍋，全部是單點嘅，就是咁一鍋，然後再個點嘅乜個豆皮啦、火鍋肉片啦，食得按多呢。把錢到現在還有比都係800用誒，800嘅用，沒辦法用嘅很用誒。因為有誒啤酒肚啊，哦，啤酒肚，我頭擺65公斤呢，你下75公斤呢，10公斤呢，比頭擺較便宜嘛。食小鴨，食到小鴨，食小鴨嘅酸物嘅，而家一絲絲的唔算啤酒肚啦。係啊，我嘅兩下，我半年前嘅3個人都啤酒肚啦。我兩下是有下牙哦，我下牙有可能。我下牙係漸漸嘅哦，我半年前咩好，這樣是我不用乜嘢。來看一看。你喺萬年係唔係以前你啷個就來片？叫做捱啦，白夾啊，白夾唔係錯啦，叫做捱啦。跟變順嘅狀係我不用要上空去幹嘢嘅時間，跟人係叫緊嘢係冇，跟做唔得乖捱。邊人不用行得太因為不用我食布啊，啊我就停停食細蚊然就食嘅1萬年天啊，跟存咧全部捱敷起嚟啊，係啊，估數捱張布都按用，係，我還有一種很加厲害，員工廠嘅龍貓，跟住看一下好冇？跟住生嘢就點解肚子好高嘅？你來看一下豆豆龍上東用順哈，來睇下強啊！聲音很大，嗰樣是98公斤啊，98公斤，跟牙聲嘅，係，也係牙肚皮，係跟住牙肚絲啊，跟全部牙肚絲，聲也跳很大，跟係錢咧，跟全部就錢咧，哪個錢啊？係油啦，用錢用嘅啊，好，而且看到啲錢，個係有大嘅。我98公斤以後，我所有嘅褲就做唔落，啊，但講唔係一兩98公斤做嘅，長青島咧，係98公斤嘅樣子做嘅，幾自己兩個自己，係，也應該要喎，因為我嘅樣子我做得做嘅負動式，係啊，也係嘅樣子嘅褲，也係冇做嘅，也係會撈下來。之前同電影講吼，係啊，98公斤㗎喏，你知道自己嘅皮嘅時間，然後抽嘅時候要長青頭。我自己其實愛看幾多年嘅相片，像人就係我頭擺嘅相片，係水皮嘅時間，係，因為我都係天天嘅皮。天天嘅抽，睇下看到眼就講啊運動抽啊，不過我頭擺真件，看頭擺相片都知道啊，我頭擺因為按皮咯，就愛邊面啊，就懂眼啊，他有知道。面啊，還有可能半夜班嘅廣告啦。係因為嗰時節係我壓力動態，睇下壓力態可能都係變抽，唔講我變懂皮。幾時會算咧？深夜變皮嘛。我感覺按用還好，韓州的係冇，做乜解韓州的呢？因為從你家就係狗狗嘅啊，嗰種呢就算有條片面看唔出來，就會看起來很勻稱，係冇？懂標準。像你按斷嘅人係冇？按斷嘅人看下咁㗎。真件就有皮，跟罵啥？跟罵啥？咩呢種相片有問題？做乜拿人阿姨嘅相片咯？唔係，其實我呢下嘅公斤到以前嘅唔係差青島，又係幾公斤嘅時間？你係42嘅時間。長冇多呢？係啊，係，嗰種其實因為你唔係青狗嘅人嘛，那係短嘅嗰種短嘅人，那係你可能皮啊1公斤2公斤看起來就差青島，嗰種就是非常嘅
菜糕啦吼。不过每次弄伊皮的时节看起来动狗，没对啊，看什么胸皮有问题啊？要脚去都按错。但哈，唔係因為皮還係超，係因為係個比例與好地方，係哈比跟馬豆哩。蛤蟆。 OK，懂三。不過你做嘛個你還要變超的喏？其實這樣是和忙出沙飛，和忙出沙飛這樣是，但係你出沙飛了後就做啲轉布卡嘛，轉布卡是個東西啊，咩係比較清淡，唔是個外食，因為外食就會哈鹹，有啲味精什麼。冇唔錯，就會更加本人硬來硬皮按用型，嘿嘿嘿。cái con犬哦，哦，你對咯，冇乜計啦。本你控好控計哈。你要做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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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做嘛 Ladies and gentlemen，哎，做嘛？啤酒肚啦！有姜咧。講起來，乾拳對人啤酒肚當有興趣，哎，向乾拳來做秀呀！向乾拳來行一下啦！哦 Ladies and gentlemen，大家你下看到係國際啤酒肚啤酒肚嘅行秀咯，嗬！是冇睇㗎。哦，是冇乾拳。好啦，本人講真啦。懂真。現在豬肉油好。大家看到係安尼台灣咧，下張太出嘅豬肉料啦，對，1公斤2條，聽啊，打電話本乾拳就聽得到。威權知道乾拳加下嘅都市用版哦。我知道該看起來應該要嗌嘅東西態度是可能5-6個月的5-6個月的時候。唔過唔知㗎，太橋樓車要漲先到冇？要玩看。冇啊，我買咗冇係啊。啊，可以來知道 Q 冇漲先免冇單漲。可是免單，可是應該最配嘅時間是57公斤，那兩下差唔多手轉，就是我共成英的以前改體重，差唔多48、49，所以差唔多。漲價蠻多嘅，係啊，但8-9公斤。5年呢，這樣子胖5年呢。哦，係啊。嘅嘛嘅時節。你係強體成年嘅以後一段時間咧。咁你即係按用看起來係一條。皮啊，凍皮啊。我哋下看下行哪車呢？而家看下老人講係媽媽要講經過兩個聲音，冇嘅上司。以前嘅真係唔掂嘛。係啊。但係你下張。嘛嘅兩個聲音，行到天燈係問下來係冇。下來咧，剛剛之前因為含有豆燒起，餵一點那個母奶，所以含係有食凍到痛水嘅東西，所以看起來含係用唔用？其實動態太假哈，俺自己咪會獻醜一下，我自己以前也很胖。哎呦！給佢大叔呢？係啊，張6年前聽聽哦。 6年前。 6年前聽，俺去中國廣西做研究調查嘅時間，你差唔多太快有76公斤。跟三姑醬都兼包體咧。係啊，就是醬到像豬肉料會醬出來叫做。你啊，油薯片嘅裝香片，就會送張給聽聽。哦。冇幾久以前，差唔多阿娥哦67公斤。長咧差唔多9公斤。你皮嘅時間看起來較落呢，係超下來呢度嘢飄唔過捱車嘅時間吼，嘅面係最梅張車，所以張會變肥嘅。捱變肥嘅時候，面會最梅張變肥。我變車嘅時間，鐵車會出嚟面。嗰個太假就會吃到。然後就變輕呢。係啊，嗰個太假說，誒你變車嘅哦，你用變肥嘅時候太假都唔低，就係呢。好，你剛剛看到嘅吼，都係大家以前老兩下皮啊，老車嘅時節檢查，有人可能檢查輕度，有人可能檢查一系列天氣。不過只有皮變到最臭，一天要做嘅乜嘅事情係冇？鄉親朋友冇這個啊！等下轉來會看記得樣板對皮變到暗臭哦，你先聊一下。你係看樣片講啊，你要抽下來，軟嘅肉，這樣做得變臭啦。嗰時候，有對。像牛嘅面趴咁樣啦，因為像俺有些朋友比佢還要誇張，佢就上傳哦，都是個營養口糧聽聽。這我也試過，營養口糧而已哦，是有個營養口糧。
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多转来，你后上台上公演节目现场哈。加油讲到哈，你减肥就对肥嘅事情变到车嘅事情，听说会做一定嘅事情。先来问一下自己，你对肥到车嘅中间有做过乜嘅事情？做過青島事情。比如講咧，不過我會講，注意以前一開始學生嘅時節，國中生還有高中生嘅時，你帶好教小三嘛，嗰時候就落課強下按摩。按摩，做嚟本大家看一下好唔好？老人家強下一下，馬道強下來哈。最講嘅馬道。老大家小嘅一下。都係很用順嘅按摩呢。因為你係看樣片講啊，你要將人嘅豎那個大手臂，因為可能你練功嗰時候肉係硬硬嘅，豎光嘅雙向。係，我抽下來，軟軟嘅肉，這樣做得變長啊，嗰時候我有對。像牛嘅面拍咁樣啦，扭，哎呦扭，佢以為會痛咧。係啊，我扭到縫，因為縫很有蠻意思的，血液循環。即係佢速爽嘅啦。咩？扭，我扭一個人點嘛？扭可能半小時到半點鐘到一點鐘嘅時間。幾隻人扭1擺了2擺3擺？就硬扭啊！對正嘅扭，人溜皮之前就當係其中扭。啊，不要搭配如意，搭配如意，上到就要扭。咩洗身了後出來香嘅樣式，搭配如意扭，唔單唱鴉片，還有腳臂按。還有腳臂啊！沒有按扭。會抖敏感。底圍度按有扭，還有按有敲穴道，順後穴道，係嘛？順後很。明白。哎呦，呢一條有個全部都係穴道。嗰陣有段時間可能上班嘅時間，你坐定面做，哎呦。懂厲害，我先先生冇嘅理解咯嘅字。我知道嗬，細妹人家有冇按功夫呢？係啊。結果你做睇咧就按摩咧作用過後，又做個有效嘛？冇啊。心理作用啊！係因為嗰樣時就真係輕鬆嘅車，唔過後來我係要用其他方法。其實縫法係佢唔konkret嘅方法，係乜解？強照減肥係強照減。韓國嘅強照減肥係10多年前，冇到10多年，要前一波嘅。先有名。當有名嘅，韓國攞上節目係真嘅。真嘅，因為強照減肥嗰陣時係個照三餐是一條強照，那係你真嘅有對聽搖咧，做啲大批牛腩，還係一啲吐司就按用。就按誒，一串就按用，一條一光強照，一比牛腩，多嘅一啲嘅小胖甜甜。係，唔好講成係聽上嘅車位，嗰種係就當成是強照。結果咧？結果我就因為有啲貧血，就愛轉部卡嘅時候，我就坐嘅切暈，我就昏倒。都插完雙昏倒。我昏倒嘅樣子，係咧，我就家打電話俾我嘅阿爸講，家來叫我哦。我之後幾日做唔得，營養很不良，因為像我有些朋友比佢還要誇張，佢就上傳咯，都是個營養口糧聽聽。這我也試過，營養口糧而已哦，10條嘅營養口糧，係啊，就懂得營養。根本不會鬧到冇錢啊！我係講konkret嘅事情咧。然後又變konkret咧。konkret嘅事就係心理學嘅方法。心理學係催眠自己嘅嘛？真係超有用，因為我係看嘅文章寫嘅，好像是國外嘅文章，係佢就有寫講，你會悶氣㗎，大概你肚子癢嘅時候，吃飯嘅時候，你就講，肚子癢係冇好，你就食東西，食，你悶氣㗎講，我有飽嘅嘛，悶氣㗎講，含腰冇，那因為人家係你食得了後，你就會感覺，冇腰咧，好，那你感覺冇腰，你就冇食咧，如果人家係悶氣㗎，有飽冇，你就會感覺，後窗還蠻飽呢，就會飲食，係，就會鬧起來肚子公發。咁重點就係唔係悶。有飽冇，係有腰冇啦。就人阿媽係強用嘛，因為細人係咩嗬，佢唔可以提供自家有肚腰也冇肚腰，佢就只會顧講係自家有飽也冇飽，係講
供电刀诶，叫做我提供去爆也冇爆啦，叫做只我估讲係有度要冇度要啦。你反應懂吃夾啊？適量後嘅唔愛度要，佢就繼續教嘅。千油烤我就會愛用超下來嘅。也下油效，要。係真勁懂油效。真勁懂油效。看得出來，然後雙語團節目有長，檢查先懂。檢查懂雜問題哈。因為你愛知道你心理學、心理學嘅咩就記嘅功效都底背啦。這是一種催眠的效果，就每次個都係要死球嘛，有嘅死球才會去做，冇嘅死球就冇去做。唔過你話對誒你行業吼，較權欠嘅行業就做唔到呢，嘅自家做唔到。誒夾嘅份催眠係啊，天災夾催眠，你騙人嘅催眠我夾埋先。係啊，大概6樣嘅時間，捱天龍捱識嘅。咁主題嘅自己做過按你嘅減肥嘅方法是點解？講有談過其他減肥嘅方法冇？哦，有呢，我有個朋友哦。佢喺細妹嘅，100公斤，哎呦，哦，厲害咧呢！佢就世界來路不明嘅嘢喂，安尼唔好呢，懂危險咩？懂危險哦。佢2-3間煙吼，變70公斤咯。超嚟30公斤，其實油耗啊，油耗就是啊。如果太搞相關哦，佢喺2站嘅以內超嚟30公斤，其實係超鐵夾嘅哦。超鐵夾嘅。唔過有副作用哦。乜嘢副作用？而家頭腦會顯來，但講一講佢按樣。暈眩，吸毒強唔強啊？我試過。你咧係用什麼？而家冇事啦，你哋細妹去按用。細妹真嘅係一成年都會想講啊，眼用嚟超。真嘅，可能散傻細妹明明可能係都懂標準，要按高按車。唔講大聲嘅，係啊，大聲，可能按車喊勁講，哦嗌高車，真嘅唔知性感度都上嘛嘅吼，係啊，嘅附近哦，你試過嘛嘅減肥嘅方法？我有食咗嘅減肥，唔講我嘅就係來路很明，來路很明的，怎麼明法？用白明？我有去看醫生，我看中醫。其實你下中醫有聽到嘅減肥嘅模式。係。我知道當好嘅時候，基本上讓你把脈啦。還可你係用半應該體脂肪，不用半應該做嘅。還佢有搭配針灸，這東都學到。其實到頭先止於該拍，有都。對，所以其實搭配個埋線，用個針灸個方式，然後又都學到其實自然思維控制應該食慾。乜嘅係埋線，然後佢講一下好嗎？其實一個小小嘅從因膠紙膠帶，係貼皮膚嗰種膠帶，和當配有一啲啲的針，個針是係按因貼進去，插到應該已經肉地度啊。會痛嗎？一些些。其實會刺激足筋呀穴道的那個血液循環，係嗎？佢嗰個東西應該是係搭耳孔兩片，還有兩啲位度耳朵骨頭兩片。它你有些東西以前啊，你是按緊 Kim，就會刺激抑制食慾。係，你是不會自然就不會吃這麼多啊。就唔會想去散多啦。喺出體嘅中醫嘅門診以外咧，應該是動眼睛嘅圓通，非常。人家動中醫哦，標準。係啊，佢從兩行嗰些東西就從比如講，初步見面應該6樣嘅時間，應該都會帶一隻餐袋。平常時應該出去上班先，咪係應該帶隻餐袋。佢個餐袋底部度一定會用2罐水，白開水，和2隻卵，上是茶葉蛋，上是白煮蛋，佢咪用一隻盆湯，水果用2份，上是1份。係，和從最強開始會用，還會放根小黃瓜。和吃到之間好辛苦嘅時間是再加2塊餅乾。我吃到你啊，多嘅東西，我日傳就是這樣。我是營業，唔啦，我是營業。真嘅唔啦，我講我吃到比依家強教嘅好多。係啊，還有較偏空嘅。係啊。像我平常時按壓時間，每次水果停，就冇較強呀，就平常時就是水果，就是說，我吃到水果做一串係當好誒。其實是水果而現在。
嘿，而且菜，你像买个你会搞太高，就是高纤水果，不要吃高糖水果，你的热量都高。高纤水果比如讲，像买个像芭蕾啦，像令果，你都会高纤水果，像高糖水果就是低纤水果，像买个你椰甜，嘿椰甜最多的，像葡萄啊、西瓜啊、酸的。蒙梨美嘿，蒙梨其实它是高糖，但是它同时是高纤，所以它有点尴尬。係啊，啲小鳳呢，糖到嘅細妹人家做咧按到嘅姜皮嘅方法，你自己做咧。我記得按歐巴啦，一天計個，面都數溜皮為止啦，好呀，有本整嘅凍啊，嘅有細肉嘅啦，冇按歐巴。其實我發現到嗬，有啲人佢平常是單日就按嚟供應嘅。哦，啊，給他體重就維持不下。哦，啊，我調班我因此有食宵夜，啊，後來我就留宵夜加退去。啊，冇食，我搶冇食宵夜，我就抽下來。我還有就早晨條早餐咪嗬，然後當然早餐當好要加杯紅茶，冇就奶茶啦。咁唔是啦，我就然後就單單一份，啊，嗰個就運動嘛。行路啦，你行幾久？前一波個行路嘅人都乜嘅？天行不講，天好健走咩？咪就對我科就差唔多，用嚟比咧，差唔多。10字火車站行到松山火車站，哎，當然呢，有咩有決心嘅運動哦。嗰種你兩下行啦，你自己就邊抽，兩下唔可以行咧，兩下抽就唔得行。除了運動以外，有試過其他減肥嘅方法嗎？就減少嘢嘛，個運動嘛，因為其他冇嘅啦，然後就冇運動嘅。你家經常可以講呢？嘿，像我自家就會少量多餐。少量多餐，像食少到食豬，向下食就一串的啊，下晝又食一些些的啊，按不要個食一些些的，根本就是按樣就好咧。去按咧，叫人就會關的啦。不過真見大家做得接觸少量多餐嘛？做得像卡數好嘛？做唔得卡數，你看做些來，我就做唔得。我之前吃過，然後變到很多餐，然後沒有少量。係啊，我就多量多餐。沒多量多餐，家大家講到青島嘅就減肥嘅方法，不過你下懂到人吼，就算有用正常嘅減肥方法，還係吃到無拉超，樣板減出係無拉超，都帶樣板嘅體型，就算 BMI 在標準值以下，還是覺得輕鬆瘦一些，都帶樣板型，真係正確嘅減肥，還係超神嘅方法，等下再嚟老太家講了。最重要來咧，豬肉料手手，那有什麼嘅呢？我兩個係最強嘅。 87呢，不能再高了，87啊，不能再高。你知道嗎？女生去比那個瘦，男生去還要比腹肌耶。連兩天嘅時間都冇做運動，跟一天都咧，當一都在做運動。真的，我一天都愛動乾褲，愛摸腹肌啊，我就一團和氣，怎麼樣？6國統一啊！好，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。頭下嘛，你睇到當到奇怪嘅減肥方法，又是強做嘅啦，是減肥咗嘅啦。尤其做到嘅細緻，做到嘛嘅地方，從細基礎，從細查頭啦，按人地方，唔過咧。都帶乜嘅體型，真係標準嘅體型啦。你做得嚟看一下吼，你衛生福利部有公布吼。 都係 BMI， 你看大家都得算一下 BMI 是怎麼算呢？大家可以算一下，就是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吼，比18.5個大係消瘦哦，超18.5到23.9總共係正數，再來到26.9以上就係過量，再來係到29.9就係輕度肥胖，34.9以下係中度肥胖。 超過35.6就可以中度嘅肥，重度肥胖。大家看睇兩個表格後，你兩下就愛來老大家量體重。事先講，你自己都得有錢來好哦。來量體重，來測大家的 BMI。好，可以偷睇。我不跟大家講，我可以幫忙遮一下，好不好？來，我們上來看一下。哦，繞一圈的，真的很輕誒，差不多40左右而已
，C 是做 U 轻轻，你可以扣掉自己扣掉那个鞋子的重量， 1公斤啊，差不多啦。好，再不然力嘎真的太瘦了啦，太瘦了啦。跳车的啦。给力嘎嘞，力嘎，看一下，应该非常的强。他讲，他也差不多一个是都清秀些。 51、52， 51，好51，好，我相信他51。你要是扣掉太嘎的 Q 的海，跳的海，关于看以后给海哦，哎呀，青虫呢？董聪，你是咋 Q 行路都的？按有行呢。关于，不会把身哦，不过你知道 Q 的海哦， 5公斤，5公斤啊。差不多有哦，但是阮飞禽，肯定强。系啊，太嘎算，一两不知道嘞。飞禽看呀就懂噻，好，然后砸好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哦，那好，49啦，来，好给49啦。佢叫冇嘅最重嘅種藝啦。最重係來咧，係咪？總有撩手手。真係有心啊，緊啊！跟海最强哎。哦，87呢，不能再高了，87啊，不能再高。哇，你先聽到，87不能再高。向大家先下下輪牙嘅 BMI，剛剛有講過 BMI 用半算，體重除以身高平方，體重哦除以身高嘅平方。大家會算吼，會算。其實大家應該都知自己嘅身高有幾公分啊，吼。我就冇老太家講一下啦，我自己的 BMI 我是不是也要量一下？應該不用量，我自己的 BMI 大概是22左右。應該算是很正常，我算是正常嘅範圍地位。如果大家猜重嘅眼看應該冇超過嘅哦，大家寫完就可以趕快放上了。93、21、73、24，我不曉得，你趕快放上來。哎，大家都太低了吧？唯一一個不在這個之下的只有一個人，馬上。小鳳啊，小鳳都2年。跟海最強嘅。我看了大家都太超。子瑜老李家都是過瘦哎，都是消瘦的範圍。Freaking 老嘅關群都在正常，喊 Freaking 還在20以下呢。懂車，太搞的關員，為嘛該按車喊啊高車呢？你家？其實我知道一超去看起來，一 BMI 一公斤都冇準，真嘅。看起來超真係真嘅超，因為像係你懂車啊？冇啦，像係你看哦，你停嘅時間就要去海邊嘛，我做比基尼啊，要做一個短袖短褲嘛，我身材要較好，胸片看起來真會講。韓國有嘗試做條路啊，我去錄樣嘛，鏡頭上就設計做唔得皮啊，因為佢鏡頭會變態，設計會超。看起來呢，真會好看，冇錯。給自己知道。其實真勁嘅，因為像之前啊，他有蝴蝶袖嗎？唔係，因為之前他皮1兩3公斤嘅樣式，我做嘅鏡頭當空看就真勁他皮，不過從你下看就係他肚好，我說可能是家嘅條路沒有關係啊，不過呢，剛剛沒有講到，你從你停嘅時一定要去乜嘅沙灘，會像那樣隨隨便便 keep 都大家都完美要比賽，我告訴你，你們女人害怕，男人也害怕，你知道嗎？女生去比那個瘦，男生去還要比腹肌耶，更誇張，好不好？冇 ，SM 裡面會有比腹肌，兩天嘅時間都冇做運動，跟一天都咧，當然都係做運動。真的，俺這一天都愛動乾苦，愛磨腹肌啊！我就一團和氣，怎麼樣？6國統一啊！跟受風了，知道了。看在這個 BMI 過後，我是吃到沒好，有標準就做得啦。像什麼嘢都全部骨了了沒好，係啊，用超嘅啦，全部排骨精。要最起碼嘛有婦孺油，你知嘛？有胎色比例。你在講乜嘢？黃太太，我講嘅就係補用啦。黃太太，我講嘅就係補用，知嘛？生意哦，個體數等下轉來哦，不讓人笑啊死了。唔會唔會，唔係讓人笑嘅。飛機人知道條件咧，你用嘅些阿妹會踢強冇啊？我知道。記得調查當然是比例很好啊，讓我比起來呀。係啊，所以太強的話，那我怎麼辦呢？可是你不覺得自己也很標嗎？氣感咩懂陪人家20以下呢？可是咪係因為從之前錄緊腦嘢打擂台嘅時間，所以看到自己哇在鏡頭前面喊係多少肉牛，係啊，輕配，係啊，兩三按的輕配給其他應用解釋。嗰樣是6個時間，因為嗰樣是冇兩下按超啦。我說嗰樣是人家看到嘅時會嚇到，係啊，真勁。飛機自己有2個妹的嘛，嗰時妹講，媽媽我要再減5公斤，用解釋。見我想要幹嘛？佢係講從愛控用啦，因為我自己咪減肥啊，
係講佢可用好健康嘅方式，比如講食咪係食健康，還可用運動，應該是做得接受。佢唱嘅安尼嚟識用者咧，按用中。你唱起安尼是變嘅喏，這邊係咪做唔得？這是來路不明嘅 Rogan 哦。哎呀，他好做唔得啊！你心理學做得冇？心理學可以。哦，真熟。對，好媽媽，佢運動咩做得啦？運動對嘅長山基礎行到嘅細緻。幾點呢？如果按摩嘅係嘛？係啊，按摩嘅那減皮我看嘛個現道。你唱嘅就骨了了，講我減皮咧嚇，我切啲佢講，哦，你要減皮，因為我去食大餐咧，我切對下去。你當年都帶個麥當勞啊，那個肯叉雞啊，我排聲如果減皮，都唔得食，叫我夾8000分，係咪？盡量不，你看咩啦？我看啦，真件有時要減皮就減啦，冇時要唔是啦。係啊，關鍵係知道太假，看得切假嘅邊啊，還有看得太假邊啊，要買上。哦，我係太假地位度，邊係天河嘅，最標準啊，最標準。標準。模範生啊，模範生。其實有太假嘅重賞，其實有太假嘅重賞。哦，什麼關鍵哦？其實吼，你太假你下看到，當到細阿妹誒，就會更強調隻多結構，沒有其他嘅細阿妹會強調，眼睛冇喺抽，用解釋，眼睛冇喺抽，用白。眼睛唔係抽啊，眼係棉花糖女孩啊，棉花糖女孩就會有啲肉嘅啊，有一些肉嘅細阿妹，像係渡邊直美按呢，誒，自己知道咯。其實我曾經講過講，你愛切假最重要啦，係因為我對切假嘅標準係較高，唔過我對配上嘅感覺，你曾經對切假有自信，因為像我就講過Meghan Trainor，像。就係係，我就係親中意愛用嘅棉花糖嘅，因為佢就親電影下，係冇？誒，所以有啲軟肉嘅，不過呢，佢對切假做衫褲咩親咁做啊，係啊。誒，你家咩有動態感想？嘿，像我切假吃到棉花糖女孩啊，大家都吃到要甜甜的感覺，皮皮用用呀，甜啊，燒肉啊。真嘅，唔好講係吃到嘅棉花糖女孩就係有痴心嘅，因為像我有位朋友啊，譬如係棉花糖女孩有切假嘅粉絲專業，接送啊都來分享一條嘅正面力量，老太家講，誒，你皮毛相關，唔講你對切假要有信心，要抗天，按用這樣做對，誒，切假才會講按用，係啊。最近吃到了棉花糖女孩，還是要瘦瘦的女孩。我去到棉花糖女孩用蠻講好，因為你看從我哋台灣有一家當就是個性很好啊，很開朗一個藝人，叫做鍾欣凌。哦，那是剛是東天上，因為佢個體型從頭到尾都安樣嘛，用嘛。我佢當有痴心。係，是因為佢當有痴心，所以佢當吸引人的目光。從佢講了成年了以後，佢咪冇刻意減肥啊。很可愛。今年東電影下。係啊。佢們兩下都還在線上主持。對。很從可能佢老公其實係瘦。佢老公正正，對啊，所以應該知道棉花糖女孩一紅。咩動定一下，佢關鍵我知道哦。如果親到細妹吼，親超嚟行去減肥。係啊，係啊。恭喜啦！恭喜啦！恭喜啦！呢個棉花糖較好。用品哦，按配就有人愛啊。跟配咩要係啊，按配就有人愛用品。你知道有的些來就知道你呀，啥些麼皮皮嘅，冇想要讓你做朋友，真嘅有呀做嘅。這種是外貌協會。外貌協會。外貌協會。青島嘅些來係講哦，皮皮電影下。唔講冇拍拖做我嘅唔朋友。我很講哦，有係冇口是心非啦。唔知道用白色啊，我係最中意喏。我咪梗用嘅。佢講最中意。我較希望該配嘅，咁唔好唱配。你細細個還挺短度了，你這種就是物化女性。係，阿勇就會懂切。懂切。配冇上過你飲食正常嘛，身體健康最重要啊。因為佢講冇跳，係真心話。對，真心話。睇大概身體天空剔出。冇心意啦，吼，冇心意。個面數好嘛。其實我家下關鍵要講到一個關鍵，就係講抗天最重要。誒，兩下動動以後，瘦身唔係為到抗天，係為到愛本自個喊下講。根據你調查有
减肥的人有40%，有10股4的人都会为到为这个喊那车，鼓手长去减肥，唔会为到这个要控天啊，要运动唔会按的哦。鼓手等下转来，我老太家讲一下，到底乜该形式真系控天的减肥的方法，两下先聊一下了。个饮料咪吼，人家讲嘅乜嘅奶茶、奶茶，係啊，嗌全糖啊、無糖，其實熱量全部就凍過，無糖咪叫用。其實當到少少嘅已經電到係膽固醇，因為佢看出來最陰血的三酸跟油脂過高，所以應該嗰種其實檢查出來係膽固醇好高，所以應該這樣會開始食東西，凍主義。好，各位鄉親朋友，我都轉到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了。假如講到吼，你最重要係乜嘅？愛控天來減肥，但係從動到嘅數據來提供嘅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來講，假設嘅你吼降體10%嘅體重哦，體重減少了10%，可以得到什麼？可以降低高膽亞嘅10%嘅總膽固醇。韓國嘛個低密度的膽固醇也可以降低，就會你講的壞的膽固醇，可以增加8%的高密度膽固醇，好的膽固醇。鼓手呢，韓州的嘛個慢性病的罹患率啊，慢性病就係糖尿病的罹患率，做高達40%到60%。鼓手減肥對你來講，真係係當好的一件事情。唔過咧，控天減肥真係最重要嘅，控天減肥用版嚟控天減肥，因為像嘅你嘅後生朋友老太家講，做嘛用版嚟減肥咯，嘅肥啲。像頭先主持人講到是係膽固醇嘛，就好鈣到唔好鈣嘛，壞鈣嘛。從開始係每隔一段時間，開始會去抽血檢查，睇愛最尾一擺時抽血檢查到，其實愛嘅膽固醇係過高。因為其實有啲少少嘅因咯，看唔出來。其實當到少少嘅因，佢電到係膽固醇，因為佢看唔出來最陰血的。三酸跟油脂過高，所以應該嗰種其實檢查出來係膽固醇好高，所以應該這樣會開始食東西，凍主義。所以應該去到你就是做一些檢查，像頭先上該 BMI 值沒，你是針對一些幾個需要加強嘅地方去調整，應該是都沒動好嘅風險。鼓手看到這個 BMI 值，你就知道會有一個標準牌啦。當然 BMI 值量，它都已經唔係啲參考的依據了，絕對不可能是，因為最重要一定還是血脂率啊，還有剛剛講的膽固醇率，兩個都總從要參考嘛。如果從小鳳沒有其他減肥的方法。哦，今日看下乜嘅 BMI，我以前都 BNQ 啫嘛，BNQ 係乜嘅？因為我哋看到雖然講係一絲絲嘅過量啦，唔過我頭擺98公斤嘅哈，我後來跳下來，我第一步除咗宵夜啊，還有就給飲料。飲料用嚟改天哦，都係嘅呐。嘅飲料咪吼，人家講嘅乜嘅奶茶、奶茶，係啊，嗌全糖啊、無糖，其實熱量全部就凍過，無糖咪叫用差唔多漲50太卡甜甜。係啊，差冇幾多啦，冇愛食清氧啦。嗰陣時就早餐，當當然去買早餐店，我一隻主餐又跟一隻中冰紅大冰奶，係嗌冇嗌就主餐。然後喝水，冇嗌連挑奶咩冇，你挑奶咩有得咩話有加糖。不過你做得去家去食嘅無糖嘅挑奶，咩做得啦？還有就多運動啦，食水果，而家前面主持人有教嘅嘛，嘅高纖的水果嘛，對，啊，嗰還有嘅含嘅鈉含量、鈉的攝取。就你行人最尾食嘅東西係乜嘅？就滷嘅東西，係就一樣，係。就這叫加工食品，加工食品啊！你就講我鹹菜館啊，鈉含量過高，我們人會鎖水，你知嗎？會水腫。像加工食品還有嘛？你加上這些人蟲啦、熱狗啦、火腿漢堡，這些都是加工食品。最便利嘅啊！係啊，不過了這個東西真係會變，你凍夾會變肥哦。係啊。出太量應該立家先從沒有方法。像我自家吃到有良好嘅成法習慣係非常重要嘅。像我頭擺就係凍壓水膜，凍安裝烘起來。可能都一條細師傅，係一條細師傅，不過壓下就係動作水膜，動作烘起來。古時候我就吃到油漿，韓國早上烘起來，我們會去跑步。
就迄健走咩好啊，行咩好啊，还是都有运动就做得嘞。给2日嘅時間做對老夫康營做到嘛嘅運動咯。哦，2日嘅時間有上時間，咪為老朋友，還有個行業去客山。係，行個有嘢方法咪動好，就像我平常時都會搭交通工具嘛。喺在前一站先下車，然後去行過去，咪做得。行過咪唔是像有電梯呢，唔是朝天台，去爬樓梯。用客流台啊，係應該咁標準嘅。你做得啊，我知道。唔真。你係一習慣呐。都5樓，都1樓都5樓。係。都貼4樓，我唔錯。厲害。係啊，即係自己係唔係有其他？因為我當認同佢嘅方法，因為從後來可能，嘅條路一無限做運動嘅時候，就會生發啲背度。因為從我嘅冇看係帶3樓嘅，嗰時候係單日就按用行啊。係啊，我咪係按用，係帶5樓啦。其實你第號習慣係養成的啦，而且第21天養成計劃，這是有根據的嘛。壞習慣養成需要靠21天，好習慣也需要靠21天。經過這個21天以後，你就會變到其中你生發一部分。除咗倆以外，你做得看得到吼減肥吼，做得看到冇嘛干的，係講太口硬。假設一年減體是300大卡，就會一杯珍珠奶茶，300大卡，就是對，或是很多，比如說你吃那個偏檔哈，就是個豬排，就好喲，要做得做嘛干了，你禮拜就做得減體半公斤。哦，真嘅按到，故說其實哈，你減肥講按到，其實唔係咁難的事情啦，就會講最重要係乜嘢？會有足夠的心情去運動。運動當重要啊，嘅關係呢就買個健康嘅方法。哦，像我哦，特工吼會量體重，當日都會量體重。係啊，當日會量體重。哦，看個體重個變化哦，樣樣辦。哦，反而飆高咧。係啊，放高嘅時候用嘅啥？我就會想，要建議食了乜個東西啊？食到冇應該嘅食到。食到歐洲嘅東西。食到歐洲嘅東西咯。叫歐洲來。係啊，去按用啊。其實我咪係咧，單日稱。跟有乜嘅變化呢？就看講係有變超還是變啊皮啊，唔過我哋係就會維持啊。維持。有變皮嘅時間用嘅啥？就會天公你會食下少。天公，這算是健康嗎？兩算天公嘛，冇天公。係啦，係冇好捱哈。如果我吃到按用當日來去稱，動辛苦，係啊，真係動辛苦。係啊。你更有其他嘅方法冇？假設我當一稱，我喺動少咧稱，韓國我對個公斤啊，咩唔會吃到動斤少，唔係我吃到去個動超啦，係，因為我做有良好嘅運動、良好嘅習慣，而自然就唔會吃到你自家動皮啊。係啊，大家就按呢，唔過你都做希望看難係，就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前面一直講到的凸邊直美、凸邊吃米啊，凸邊吃米啊，其實唔會錯啊，佢從頭到尾都講佢要99公斤，98公斤，我佢會跳舞，大家都跳唔得，真嘅，大家其實最重要就係控天啦，就老嘅觀眾朋友們有講到吼，你根本一直講到減肥唔係一個壞事。用板來減肥，真係一件好事情。你講係哈，勉強就會變做習慣，習慣就會變做自然哈。控天來減肥，真係最重要。剛剛講到乜嘅香蕉啦，還有乜嘅餅嘅啦，還有肉嘅，烏白菜咗嘅。觀眾朋友，千萬唔好控天來減肥，真係最重要。希望大家今晚嘅節目大家會喜歡咯。下禮拜今日嘅時間，我繼續來收看你嘅後生太上歌。要發太假多，下禮拜上來聊聊。再來。